摆要来看这出戏。啊，无论如何吼，每一遍的演出拢是艺术作品，每一遍特别的版本，无共款的表现。所以，咱的编剧担名人阿仁，咱来欢迎老伙仔来，王师啦吼，阿仁，咱的编剧嘿。这出戏吼，关署的这个起义的人东岛有来，伊叫做黄清风，伊是一个这个胡伦社，因要演叫我写的，拄则东岛有来，这个剧头顶边的制作是伫广播电台，我大大的名声进来演的，制作是周硕万家，周硕万家顶一边制作是广播局，即摆启用这边的制作这个时间的关系真短所以咱即马就来开始会使OK。第三表啊，就是 OK 啊来，老伙仔人，第一幕二事件。拍拳不是咧点拳头舞，是为着身体好。身体好，我家即路拳头是奋斗的全家宝，全家宝，大家爱好好学，大家都爱好好学，唔通拍啦遐啰嗦。唔通拍卡遐啰嗦。第一重要的是骹步在。要洗好，才袂出门人生手。安尼大家敢有听清楚？爱讲在，毋是海，你敢是本人？阮出世拢是日本人，我变中华民国人。即阵嘛毋知要讲倒一个人才对。我有去听演讲。咱是台湾人咱即马是咧拍拳练身体，毋是咧讲政治。好，今仔日到这结束。多谢教练，再见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看对，你去听演讲是咧讲啥？讲咱台湾人规礼拜，互人开的代志啦。你听礼拜，哪会去听演讲？听我讲就好哦。先搁咧做。无免啦，合作过几成啊？嘿呀，毋是我咧乌白讲啦。你啦，不要我真正亲目睭看的。你才难到我尔，有看到228的代志。我就讲你规成啊，人228是电视讲带兵攻打台湾，台湾台湾人的代，你看会到？我就有影亲目睭看到，你硬要甲我拗。无你讲，电视讲是做啥物？敢若差不多。警察较了7月出来，按着那7爷、8爷迄些，讲你过几日讲好小讲一样，迄郑成功是荷兰人嘞，红门仔嘞，哪会跟薪水差不多？假老爸啊，你毋捌搁假扮，伊若是荷兰人，迄是阿多是咱姓丁。荷兰是淡水河的南边，哪会阿多姓？阿水呀，你莫臭耳人甲我冤会，人的姓全世界拢嘛是差不多，阿公啊嘛是共款。美国总统一个林肯，就是姓林啊。即摆总统是瓜林顿，听讲吼，是老爸姓林。
啊，互死乖招，互人听地不错，你才相信。叫做花体灵魂。英国有一个总统嘛，你叫做地道咯，就是正经的地皮公路。你嘛好啊，英国是你哦，叫做戴安娜，这是无偌久，因遐根本袂使做总统。你讲的错，对咯。安尼讲就对啊！迄个英国死去的女王哦，戴安娜嘛死的，伊就是帝国路的小妹。啊，这个占领英国了后，就派去做女王啊！啊，伊毋是拢死人一款性，我干人气。我明明就知影电视讲的代志，虽然感觉去运动，早一日紧就做单咯。可能啦，啊人电视讲是100年前的人，啊200才30年前的代志，啊你哪会当做义务？我去听因讲，咧讲去迄间拄好是20051年的纪念日。我毋才讲吼，你拢地铺假铺啦。228事件吼，正是51年前日本人台湾人的大代志。无猜吼，恁身为台湾人，认真动灾。伊拉白，即句话毋是地铺假铺，是地铺假铺人。意思是讲。查某囡仔就要被剖出来咧，迄阵做剖剖。嘿，啊，我咧讲2版呢，你煞学袂堪。我姓洪，叫做洪堪，毋是乌白堪。对，乌白堪会用3字抓去看的。阮厝边就一个人，去共乌白堪一只牛你变讲上班话不人听啦！你咧偷看话，互别人来了后，人问伊讲，莫互掠去关，伊应讲，我着捡着一条蛇啊！人讲骗小，捡着啥有代志？讲啥有人刷咧目一条。伊讲计10外摆呀，白惨，我有算过，毋才6摆尔。 228迄个时代吼，日本啊有影真可怜啊，连捡稻沙嘛有代志。这算真多哦。有了，用掠去，气死！228事件，毋知死遐济人，太大影了。是啊，彼人演讲有讲过，228有影死少济人。阿公，食饭哦。好，我直接叫吃饭。真快乐，夜市的人人也会回头看过来，市色的夜风也会回头看过来。你我是一对鸳鸯青春的情侣，今夜是我甲你的热恋的暗暝。来散步好也毋好来去跳舞，若无甲你来同情我真爱你。 列位朋友看这来，我是我来安排，念要来互恁听看卖。若歹请你无见怪，若好哦，噗啊声，才甲嘴好来。这阵景气是真歹，啊因为
嘛四劫伫厝内，一日到暗找东西，要找头路趁钱财。阿英今年45，第二幕，饭店无头路，奇怪的阿嬷咧困。阿英嘛面路。 多谢老兄弟容量我受伤。唉，咱这阵做伙无60档啊，讲散就散，实在真唔甘哦。无法度啦，时代无共啊，少年的做事，庄脚做是艰苦，拢去都市啦，食老无去外县，嘛袂使。 我是去台北新庄名，最后要去到美国，一条路远拄天。这世人敢我看会着？美国讲学做阿嬷咧困。呀，你叫我安怎？美国人有理无体，较早讲牛毛脸。 塞有那那讲牛歹也是歹歹，阿公讲是牛难拍，阿嬷是牛难骂。你敢要学了唔对去，那拢是牛。就是拢全牛，美国人咱拢食牛排。美国人。 甲牛讲到角，你比我较老公贵贵。甲狗讲做肉，甲肉讲做是猪。安尼这是不是？你讲啥？猪讲是比。最后吼，乃当卖去美国，我就无要去台北。阮后生伫遐带美国媳妇，生美国孙，我若无去，人会讲伊不孝，若毋是顾伊的名声，我嘛无想爱去。去美国敢有饭通食？ 美国就是米真多，唔知叫做美国。听讲因食饭拢去麦当劳。食饭对我讲去麦当劳，美国人要咧敲当劳。无共款的当劳啦，国语人讲是麦当劳，就是。 马古罗，哪路罗？那安尼，三顿都拢食当劳烧。听讲麦当劳无在麦当劳，是伫咧卖挂包。我哪有食挂包？讲是美国挂包，内面包肉，外口用胖夹起来。 嘛有人讲是汉堡夹，阮老师讲汉堡。现在囡仔白开要去台北名，免受这款苦。我嘛无咧兴趣，是阮后生读几年的行，钱开遐济去，无简单，则家己规真爽。细汉后生讲叫我去互伊饲。 无法度啦！你几点要去？我踮美就要来田中，坐大煞火车。田中哪有几个人坐？田中是个好名，你哪来个地标？你真卡熟，人这就唔知影。老兄弟，啥你来去田中坐火车？火车阿妈你着车你着跳。
爱有长江，万里在万里啦，讲的较规气啦，我袂乌白甲人出价。
你着爱讲较实在哦。你搁真阿莎利哦，有400外、300外、200个，啊你介意搁一种？啊，明明是会甲长，啊是正常倒位。啊，伫咧计较慢啦，有诶爱做较久诶，有诶就是死啊久就够啊。我知影啦，安尼互我喜欢一时仔久就到的车单，我是要去带阮后生啊，啊毋是专工要坐车佚佗的。好，333，各反两句就一番起讲的啊。啊，你毋是讲有200块的？迄是较慢的快车。啊，讲小灯快车，啊，再电动慢，哪会安尼？是啊，啊你毋是讲要较紧的？较紧的啦，袂有啊。煞电动较俗，哪有即款代志？无，你要较慢的啊，啊要偌慢？较紧的啦，袂有啊啦。啊你毋是讲要较紧的，较慢的？毋是我讲的啦，我爱好，心情够通坐车佚佗，较忙的嘛知要坐即款的。普通车到头200块，花了2点钟后才有车。啊，是讲快车？普通车甲快车拢平价啦。普通车上好，边钱会通坐较久的。想讲吼，若莫坐用车，有较快意无？叫你送到啦。哎，我买一张简单的啦。甲你相见，走甲面青青，前后开传拢袂离，满身流汗点点滴，五程夜车做来开。
后生敢有讲啥？然后爸爸转来厝大，后生哪会使讲啥？若有问题，等我大。袂啦，袂讲啥啦。啊是安怎带袂哈？因台北人吼，足奇怪，讲咱即款话，真侪人拢听无，真无利便。啊，毋拢带外国人？嘿，看起来讲甲咱身体共款型的咧。啊，你伫遐找无人讲话，啊，袂规工做下讲。啊袂晓找因后生，还是新妇讲，伊讲甲咱共款话啊。我讲话因会嫌啊。了解哦，啊是安怎嫌？有一摆，有一个人客来挽喙齿，海挽规10分钟才挽好。人客喊疼，问讲偌济钱？阮后生讲300块。人客佫嫌伤贵，啊，我想要替后生讲2句仔话。啊你安怎讲？我讲吼，顶摆我去互别人挽喙齿，才开7分钟久，就骹挽好，嘛收我300块。啊，阮后生开10分钟，才甲你收安尼，哪有算负？你讲真好。人客走了，阮后生叫后摆，莫伫人客面前插喙。哎，恁后生哦，伤酷刑啊！我袂晓找恁新妇开讲。我嘛安尼想，有一摆，阮新妇甲厝边开讲，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也袂过，甲人行，煞大巴肚，嫁袂出去，无人要甲娶。听讲多一个查某囡仔较凊彩。哪有影？我就接一讲，大巴肚哪有要紧？较早我要娶某时，就是阮某，阮大巴肚转来，啊，阮老爸讲无爱。我讲，啊若比比遐济聘金，娶某嫁一个囝，加趁一个呢，搁较好。这有影，若因做气哥的迄个后生啊，是嫁咱说对巴肚教。阮新妇吼，叫我后摆吼，袂使甲厝边开讲，较袂互阮后生无面子。这甲民主哪有啥物关系？父母嫁来迄个后生，我嘛共款听伊，袂残，互伊读医学院起考，比亲生的较好咧。讲啥无咧？因台北人的想法真奇怪，毋是咱会当理解。你莫想像遐尼多。阮后生时，佮甲水若无啊深交，明仔载我才教你。啊水啊，去美国食汉肉甲伊半包，无人通要单去。遮久无唱歌啊！亲像嘛会使啊，咱来唱歌。要唱啥物歌？唱人庄里阿玲迄条新闻。
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、三重社区大学台语戏行演员介绍，今仔日民众红磡朱云、阿辉啊、岳武、阿成、青青。教练、甲站长、玉琪、阿对啊，我平常，像我人李珠、音效控制 AK312，制作人三重社大张继宏主任，有伫现场无？编剧张明林老师，导演郭世荣老师，感谢大家。多谢大家，今仔日咱所有。母语上水艺文节的节目到这一个段落，留到即阵，咱这好朋友小弟一鞠躬，感谢大家。后者是想要甲大家感谢一下，多谢咱亲戚的单方会。后者咱大家上解熟悉，无前无后，至少是咧主持这个节目。你咱这长期看拢袂歹势吼，今仔是大家真共心、真侪节目，所以今仔日咱的活动到这，感谢大家陪伴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多谢，已经有较晚，睇大家转去顺行看看行，多谢，多谢。